玄德果然被声色所迷，全不想回荆州。却说赵云与500军在东府前住，终日无事，只去城外射箭走马。看年中，云蒙省孔明吩咐3个锦囊与我，教我一到南徐开第1个，住到年中开第2个，临到为极无路之时开第3个。于内有神出鬼没之计，可保主公回家。此时遂以江中，主公贪恋女色，并不见面，何不拆开第2个锦囊，看计而行？遂拆开视之，原来如此神策。即日进到府堂，要见玄德。侍必报曰：赵子龙有紧急事来报贵人。玄德唤入问之，云阳作诗经之状曰：主公身居华堂，不享荆州耶？玄德曰：有甚事如此惊怪？云曰：今早孔明使人来报，说曹操要报赤壁鏖兵之恨，且精兵50万，杀到荆州，甚是危急，请主公便回。玄德曰：必须与夫人商议。云曰：若和夫人商议，必不肯放主公回，不如休说，今晚便好启程，实则误事。玄德曰：你且暂退，我自有道理。云故意催逼数番而出。玄德入见孙夫人，暗暗垂泪。孙夫人曰：夫君何故烦恼？玄德曰：念辈一生飘荡异乡，生不能侍奉二亲，又不能祭祀宗祖，乃大逆不孝也。今岁旦在耳，使辈异样不已。孙夫人曰：你休瞒我，我已听之了也。方才赵子龙报说荆州为急，你欲还乡，故推此意。玄德贵而告曰：夫人既知，备安敢相瞒？备欲不去，使荆州有失，被天下人耻笑。欲去又舍不得夫人，因此烦恼。夫人曰：妾已是君，任君所知，妾当相随。玄德曰：夫人之心虽则如此，征奈国太与吴侯安肯容夫人去？夫人若可怜刘备，暂时辞别。言毕，泪如雨下。孙夫人劝曰：夫君休得烦恼，妾当苦告母亲，必放妾与君同去。玄德曰：纵然国太肯时，吴侯必然阻挡。孙夫人沉吟良久，乃曰：妾与君正旦拜贺时，推称江边祭祖，不告而去，若何？玄德又跪而谢曰：若如此，生死难忘，切勿漏谢。2个商议已定。玄德密唤赵云，吩咐正旦日，你先引军士出城，于官道等候。吾推祭祖，与夫人同走。云领诺。建安15年春正月元旦，吴侯大会文武于堂上。玄德与孙夫人入拜国泰。孙夫人曰：夫主想父母宗祖坟墓，俱在涿郡，昼夜伤感不已。今日欲往江边，望北遥祭，须告母亲得知。国泰曰：此孝道也，岂有不从？汝虽不是舅姑，可同汝夫前去祭拜，亦见为父之礼。孙夫人同玄德拜谢而出。此时只瞒着孙权。夫人乘车，只带随身一应系。玄德上马，引数骑跟随出城，与赵云相会。500军士前遮后拥，离了南徐，攒城而行。当日孙权大醉，左右进士伏入后堂，文武皆散。比集众观探的玄德夫妇逃遁之时，天色已晚。要报孙权，权醉不醒，即至睡觉，已是5更。次日，孙权闻之，走了玄德，即唤文武商议。张昭曰：今日走了此人，早晚必生祸乱，可急追之。孙权令陈武、潘璋选500精兵，无分昼夜，务要赶上拿回。而将领命去了。孙权生恨玄德将岸上玉砚摔为粉碎。程普曰：主公空有冲天之怒，某料陈武、潘璋必擒此人不得。权曰：焉敢违我令？普曰：郡主自幼好观武士，言义刚正，诸将皆惧。既然肯顺刘备，必同心而去。所追之将，若见郡主，岂肯下手？权大怒，撤所佩之剑，唤蒋钦、周泰听令，曰：汝2人将这口剑去取吴妹并刘备头来。违令者立斩。
蒋钦、周泰领命，随后引3000军赶来。却说玄的加鞭纵辔，攒城而行，当夜于陆战歇2个更次，慌忙起行。看来到柴桑界首，望见后面尘头大起，人报追兵至矣。玄德慌问赵云曰：追兵既至，如之奈何？赵云曰：主公先行，某愿当后。转过前面山脚，一彪军马拦住去路。当先2员大将厉声高叫曰：刘备早早下马受俘。吴凤州都督将令，守候多时。原来周瑜恐玄的走脱，先使徐盛、丁奉引3000军马于冲要之处扎营等候，时常令人登高遥望，料得玄德若投汉路，必经此道而过。当日徐盛、丁奉瞭望的玄德一行人道，各绰兵器截住去路。玄德惊慌了，回马问赵云曰：前大有拦截之兵，后有追赶之兵，前后无路，如之奈何？云曰：主公休慌，军师有3条计，多在锦囊之中，已差两了2个，并皆应验。今上有第3个在此，吩咐遇为难之时，方可拆看。今日可及，当拆观之。便将锦囊拆开，献与玄德。玄德看了，即来军前泣告孙夫人曰：备有心腹之言，至此尽当食宿。夫人曰：夫君有何言语，实对我说。玄德曰：昔日吴侯与周瑜同谋，将夫人招赘刘备，实非为夫人计，乃欲忧求刘备而夺荆州耳。夺了荆州，必将杀备，是以夫人为相饵而钓备也。备不惧万死而来，盖知夫人有男子之胸襟，必能连备。昨闻吴侯将欲加害，故托荆州有难，以图归计。幸得夫人不弃，同至于此。今吴侯又令人在后追赶，周瑜又使人于前截住，非夫人莫解此祸。如夫人不允备请死于车前，以报夫人之德。夫人怒曰：吾兄既不以我为亲骨肉，我有何面目众相见乎？今日之为，我当自解。于是斥从人推车直出，卷起车帘，轻喝徐盛、丁奉曰：你2人欲造反耶？徐、丁二将慌忙下马，弃了兵器，声诺于车前曰：安敢造反？为凤州都督将令，屯兵在此专候刘备。孙夫人大怒曰：周瑜逆贼！我东吴不曾亏负你。玄德乃大汉皇叔，是我丈夫。我已对母亲、哥哥说之回荆州去。今你2个山脚去处，引着军马拦道路，意欲劫我夫妻财物耶？徐盛、丁奉诺诺连声，口称不敢。请夫人息怒，这不干我等之事，乃是周都督的将令。孙夫人斥曰：你只怕周瑜，独不怕我。周瑜杀得你，我岂杀不得周瑜？把周瑜大骂一场，喝令推车前进。徐盛、丁奉自私，我等是下人，安敢与夫人为傲？又见赵云十分怒气，只得把兵喝住，放条大路叫过去。恰才行不得5、6里，背后陈武、潘璋赶到。徐盛、丁奉被言其事。陈、潘二将曰：你放他过去差了。我2人奉吴侯旨意，特来追捉他回去。于是4将合兵一处，攒城赶来。玄德正行间，忽听得背后喊听大起。玄德又告孙夫人曰：后面追兵又到，如之奈何？夫人曰：夫君先行，我与子龙当后。玄德先引300军望江岸去了。子龙勒马于车傍，将士卒摆开，专候来将。4员将见了孙夫人，只得下马拱手而立。夫人曰：陈武、潘璋来此何干？2将答曰：奉主公之命，请夫人。玄德回。夫人正色斥曰：都是你这活匹夫，离间我兄妹不睦。我已嫁他人，今日归去，须不是与人私奔。我奉母亲此旨，令我夫妇回荆州，便是我哥哥来，也须依礼而行。你2人倚仗兵威，欲待杀害我耶？骂得4人面面相觑，各自寻思，他10000年也是兄妹。更兼国泰做主，吴侯乃大孝之人，
怎敢违逆母言？明日翻过脸来只是我等不是，不如做个人情。军中又不见玄德，但见赵云怒目争眉，只待厮杀。因此四将诺诺连声而退。孙夫人令推车便行。徐盛曰：我四人同去见周都督，告禀此事。四人犹豫未定，忽见一军如旋风而来，视之，乃蒋钦、周泰。二将问曰：你等曾见刘备否？四人曰：早晨过去，已半日矣。蒋钦曰：何不拿下？四人各言孙夫人发话之事。蒋钦曰：便是吴侯怕到如此，封一口剑在此，叫先杀他妹，后斩刘备。违者立斩。四将曰：去之已远，怎生奈何？蒋钦曰：他终是歇步军，急行不上。徐、丁二将军可飞报都督，叫水陆召快船追赶。我四人在岸上追赶，无问水旱之路，赶上杀了，休听他言语。于是徐盛、丁奉飞报周瑜。蒋钦、周泰、陈武、潘璋四个领兵将赶来。却说玄的一行人马离柴桑较远，来到刘郎浦，新采稍宽，沿着江岸巡渡，一望江水弥漫，并无船只。玄德俯首沉吟。赵云曰：主公在虎口中逃出，今已尽本界，无料军师必有调度，何用忧疑？玄德听罢，蓦然想起在东吴繁华之事，不觉凄然泪下。后人有诗叹曰：吴蜀成婚辞水城，明珠布帐乌黄金。谁知一女倾天下，欲一刘郎顶至心。玄德令赵云望前哨探船霜，忽报后面尘土冲天而起。玄德登高望之，但见军马盖地而来，叹曰：连日奔走，人困马乏，追兵又到，死无地矣。看看喊声渐近，正慌急间，忽见江岸边一字儿抛着拖篷船20余只。赵云曰：天幸有船在此，绕过对岸，再作驱除。玄德与孙夫人便奔上船，子龙引500军亦都上船。只见船舱中一人冠巾道服，大笑而出，曰：主公且喜。诸葛亮在此等候多时。船中伴做客人的皆是荆州水车。玄德大喜。不多时，四将赶到。孔明笑指岸上人言曰：吾己算定多时矣。汝等回去传示周郎，叫休在时每人记手段。岸上乱箭射来，船已开得远了。蒋钦四将只好待看。玄德与孔明正行间，忽然江声大震，回头视之，只见战船无数。帅字旗下周瑜自领惯战水军，左有黄盖，右有韩当，势如飞马，急似流星。看看赶上，孔明叫召船投北岸，弃了船尽皆上岸而走，车马登城。周瑜赶到江边，一皆上岸追袭。大小水军尽是步行，只有为首官军骑马。周瑜当先，黄盖、韩当、徐盛、丁奉紧随。周瑜曰：此处是哪里？军士答曰：前面是黄州界首。望见玄德军马不远，于令并力追袭。正赶之间，一声鼓响，山谷内一队刀手涌出，为首一员大将，乃关云长也。周瑜举止失措，即拨马便走。云长赶来，周瑜纵马逃命。正奔走间，左边黄忠，右边魏延，两军杀出。吴兵大败。周瑜急下的船时，岸上军士齐声大叫曰：周郎妙计安天下，赔了夫人又者兵。瑜怒曰：可再登岸决一死战。黄盖、韩当立阻。瑜自思曰：无计不成，有何面目去见吴侯？大叫一声，金疮迸裂，倒于船上。众将急救，却早不省人事。正是两番弄巧翻成拙，此日寒琛却待休。未知周郎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56回，曹操大宴铜雀台，孔明三气周公瑾。第56